廣東最受歡迎的8道經典名菜，最後一道千萬別錯過。第一道，我們廣東人吃雞最經典的做法就是白切雞，但很多人做白切雞又老又柴，那到底要怎麼做才能皮脆肉嫩又好吃呢？首先準備一大鍋水，放蔥、薑、黃梔子、鹽，水開後把雞放進去燙10秒左右，拿起來再放下去，重複3次，這就是所謂的3上3下。最後把雞完全泡在水裏，水開關火泡20分鐘，撈出來放進冰水裏泡一下，這樣雞皮爽脆，雞肉嫩滑。再來做2種蘸料：沙薑、紅蔥頭、淋熱油，2隻生抽攪拌均勻。做個沙薑蔥油汁，薑末蔥花椒，熱油，放點鹽攪拌均勻，做個薑蓉汁，提脆肉嫩的白切雞，配上這個靈魂蘸料，好吃到舔盤子。喜歡吃雞的朋友，趕快收藏做起來吧。第二道一定要記住啊，只要在盤子中間扣個碗，出鍋的瞬間就是逢年過節必吃的一道菜，鮮嫩多汁，比龍肉還好吃。花6塊錢買了2隻大雞腿，先用101度的開水燙一下，吃起來皮更緊實。好吃的關鍵是放半包這個鹽焗粉，吃過很多家，還是他家的味道好。現在9塊9就有4包，非常划算。再來一隻花生油，戴上手套，用我其中一隻手給它按摩塗抹均勻，醃製18分鐘。我已經連續分享了100多道詳細的美食教程，屏幕前的你一直都沒有給過我小紅心，前面幾個教程實在是太慘了。今天這個菜就辛苦你點個免費的小紅心，支持我一下吧，拜託你了。重點來了，盤子中間記得扣個碗，擺上醃好的鴨腿，放幾片薑，水開上鍋，開大火蒸20分鐘即可。接着注意看，把碗拿掉就能得到一碗精華的雞湯。雞腿放涼後，像我這樣切塊裝盤，這樣做的鹽焗雞腿皮脆肉嫩，馬上端午了。要是家中來客，這道菜你一定要安排上。第三道，很多人把豬腳買回來，不是紅燒就是清燉，家人都吃膩了。今天這個做法你肯定沒見過，鹹香入味，特別好吃。10塊1斤的豬腳，冷水下鍋，倒入了酒焯一下水，撈出後清洗乾淨，轉入砂鍋，放薑片、蔥段。好吃的關鍵就是放入1包這個鹽焗粉，吃過很多家，還是覺得他家的味道更香更好吃。現在4包只要9塊9，非常划算。有條件的一次性加滿我家的自來水，中小火煮49分鐘即可全部撈出，過1片冰水，這樣做的豬腳才更爽口彈牙。一個紅心對你來說只是舉手之勞，對我來說就能讓我開心一整天。這個視頻你就幫我點一個免費的小紅心吧，拜託你了。準備沙薑、紅蔥頭，熱油炝薑，放少許生抽調味，攪拌均勻，淋在我的手上就可以了。這樣做的豬腳香而不膩，非常好吃。喜歡你就點個讚，收藏起來試試吧。第4道，作為廣東人的我特別喜歡吃這個菜，是汁蒸粉腸，是香濃郁，特別好吃。處理乾淨的粉腸打上花刀，水開後給它焯15秒左右就可以撈出了。碗裏放入薑、蔥、蒜、豆豉和紅椒，用熱油激發出香味，再加點白糖、生抽、蠔油和1隻澱粉。我每天都在認真教做菜，你就給個關注吧。以後想吃不會做還能找到，我非常感謝。攪勻淋在粉腸上，水開後大火蒸的3到5分鐘就可以開吃了，就是這麼簡單。你也趕緊收藏做起來吧。第5道，我告訴你把我做鴨子30年的經驗分享給大家。我認為做鴨就是廣東鹽焗了，它不僅肉質鮮嫩還入味，而且做鴨還很簡單。一隻鴨我怕不夠吃，剁了半隻，然後用開水沖洗1片，這樣鴨皮才會更脆，而且也好看。放點蔥薑。做鴨我用的是這個很多飯店大廚都在用的鹽焗粉，1包就能做半隻雞的量。一着食用油在裏裏外外給它塗抹均勻，醃製1個小時入味，水燒開，上鍋蒸40分鐘就可以出鍋了。直接切成塊擺入盤中，以後家裏來朋友你就做這道菜，鮮嫩多汁，太好吃了。先打包1份給我40歲丈母娘。第6道，2塊的花甲，4塊的青子，5塊的鮑魚，6塊的花螺，8塊的大蝦，放蔥薑料酒去香增心，倒入半包鹽水粉，9塊9有4大袋，扣上蓋子，像我這樣搖晃均勻，直接開大火煮4分鐘，記得中途千萬不要加水。這是鹽煮海鮮原汁原味、肉質鮮嫩的關鍵。告訴我你到底有沒有學費？學費了，趕緊收藏做起來吧。第8道，在廣東是汁蒸元腩是經常出現在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，是香濃郁，非常好吃。做法也很簡單，釣來的草魚先切成大小均勻的魚塊，蒜末、薑末、小米辣、迷人的小蔥花、8粒豆豉，澆上熱油激發出香味，放鹽、雞精、生抽、蠔油、少許生粉攪拌均勻。倒入切好的魚塊中鋪勻，醃製15分鐘，水開上鍋大火蒸8分鐘，最後蔥花熱油淋在魚身上就可以了，香味撲鼻，真的太好吃了。